这边用了且马且全部都用了这个现在式做的这个是过去式嘛，且马且这个应该大部分其实际上这是实际上是现在式，那这是过去式且马且，那边用了且马且，也是按道理说是用正部方式且马且啊。嗯啊，那口语上面且马且会口语会发音的不会刻意且马切，那个是且马切，那就会发出了那个声音且马切。嗯，几个名哦，几个名，你做还是不做？几个名啊？那这个两个否定几个名，做不做的话，几个名，那中间叫且马切，就这个音都省略掉的且马切。拢豆拢豆拢豆，阿妈阿妈，噗噗，铁嘞铁嘞，拢豆，那龙就是叫哦，嗯，一般我们的龙是它有就直接好几个意思。那这边我们是龙，就是叫，就是佛陀的教言，是我引一个经典。我比方说我讲出一个理由，然后我讲一个用经典来引引。那通常那个经典是我们会是龙，嗯，多正，正嘛，龙多校正多，一般是嗯。龙岛多背云的是的，龙呃多就是一般那个都是以了解政务通达的那个，信吧，哈国啊，得知了解这个都是用这个道吧，信吧，国啊，这些都意思一样。你到谢松团结，藏文里面的呃，藏文里面我们说了解啊、这三个是同义词，捏吧捏吧啊，读吧读吧读吧是那信吧，你到谢松团结是吧？捏吧的读吧的信吧，都是讲的了解的意思，得知了知，就是对对对了知，捏吧的读吧信吧，你到谢松团结。捏松哎，捏松，多松哎，多松，谢松哎，谢松，我问你们谢松哎，你就回复说多松也可以啊，捏松也可以啊，啊，这三个了解了吗？是谢松，对，谢松哎，了解了吗？谢松啊啊哦，谢松哎，多松哎，捏松哎，扩松哎，还有一个听懂了吗？扩松哎。那
阿妈妈妈嘛，对不对？阿妈阿妈阿妈，嗯，阿妈的这个藏文里面是一个是妈妈，妈妈呢，阿妈就是那个主要的那个叫也阿妈，嗯，这不是藏文不是有个游戏的有个骰子吗？就是你们说会骰子吗？用骰子来玩的一个游戏，所以那个游戏里面有很多，有3个人玩，或者是4个人玩，他也要过关，就是他要过，就是4个人玩的话，两个人合作玩，3个人的话就不需要合作，但是一个有，比方说他有100多个怎么着，有100多个的，这个我怎么说呢？反正要过一圈的时候呢，如果你在三个人当中你全部过关了，你才赢。那你赢的过程当中，人家都会对你不让你过关，所以会压倒你不让过关，所以有9个自己手上要拿的是每个人都有9个，就是你弄一个骰子，它的数字是多少？如果是数字一样，但是可能你们没有看过，所以我解释也可能没有用。啊啊啊！看得到啊。所以它那个里面有个名称叫做你的全部9个，或者是你的比较多的，你有9个，所以你把那个一个压上去，你有的压到1个，有的压到3个，你最多的5个的话，那个5个是我们会讲，最多的那个嘛，阿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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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多的那个，你的重要的，你的主力，阿妈就是一个的主力，所以我们会藏文里我说我要你的主力快要过关的时候，我们2个人会说要干掉他的主力嘛，要，然后是阿妈的射手要杀的妈妈，所以有一个我这个他们那个一个也是舞台剧里面，他表演了这个骰子，就是有人听了这句话，好像说要杀死他妈妈，其实他们在玩嘛，在玩那个假期的时候可以玩秀，呃，扑扑扑这是儿子对不对？扑，哦、所以我们厕所的旁边会男的话会写这个，男，铁嘞铁嘞铁嘞，铁嘞就是还之后是不如怎样怎样不如，哦，那这个是在句子里面才会用得到嘛，铁嘞 육슈， 不如算了，铁嘞 육슈 是吧？不如算了，我们会有这么说法吧？不如算了，铁嘞 육슈， 육슈就算了嘛， 육슈， 嗯，好，我们就看那个绳子这个他的对话里面，你창문록이 롯데보자 롯데보자지 죄송아 아니 창문록이 롯데보자지 죄송아 아 아니 창문록이 창문록이 아니 창문록이 로 데보자지 죄송아 这样念，但是我们现在这个是它念法是아니 창문록이 로
데보다지 최소한 아니 참을로기 로 데보다지 최소한所以我们阿尼是然后嘛，然后苍莫罗是大家，我们刚刚讲到是全部跟那个人嘛，他讲的是大家都大家大家的心，那个心，得不到结算，那就大家才放心了嘛。就我这个中文的话比较顺畅的话，大家都不是安心了吗？啊，当然，藏文里面没有提到否定的部分，但是中文翻成时候，意思是确实是大家都不是安心了吗？啊，所以落点不就是安心嘛，因为它就是问句，这里一个落点不着急就是落点不着急切松啊，落点不着急，落点不切松啊就可以，那这是口语当中会落点不着切松啊。就好像大家都就安心了嘛，嗯，落地不着急大家都不是安心了吗？嗯，落地不着，落地不着就是大家都找不是一样的，但是这里翻成一样的话就会怪怪的嘛，落它就是这个这个是不是一个肯定的句子？他就说似乎不是似乎他也可以应该可以说是，大家都不是几乎安心了吗？似乎找不，他不敢确定说全部大家都不是安心了吗？我很确定大家都是安心的话，那我们不需要用找不，他就一个比较是不是很肯定的一个讲法找不这些都好像，嗯，找不对，很像不像？像啊，那音不乐就是后面加了一个得不找不，得不就是肯定很安心，得不找不就是你们用中文的话，似乎是安心的，大家都似乎是安心的。如果是直接跟中文来讲的话，是这个找不就是这里的用法是似乎不是安心了吗？啊，他就没有说大家都安心了，他怎么知道？那你大家都安心了，你知道吗？你怎么知道？但是你要用后面的得不到切上，就是得不到，就是对他自己来说，对我来说，你们有没有安心？我不确定。但是对我来说，我看到你们的时候，看起来很安心，所以我就用了这个得不到起啊。我看起来比喻先到卡不比喻先到卡不如果是用卡不谢不找不切怂，比如说有没有说我不确定，但是我的印象当中好像他有说谢不找不切怂，谢不找不切怂，他有说了吗？谢不找不切怂，好像有说所以这个找不是一个比如说你们会了吗？我问你们很实际的一个我刚刚讲的，你们有没有懂了吗？你们没有吗？你们说现在，那我就问嘛，对不对？那我问的时候，你们回答不上了，我就可以说，你刚刚不是说已经知道了吗？那你要回复现不找不切松，对对，现不找不切松就是好像似乎懂了，似乎懂了，但是没有完全懂啊，现不找切松啊，似乎
像两个东西，拿一个东西，这个笔像不像这个？我们会想啊，找不对，找不就是像的意思嘛？找不的话像，那不是说这个笔就是这个，不是嘛？找不就是像，这一般的找不就是像，所以他就好像大家都安心了，手里用的找不，嗯，对，点不着不切松，对，那点不着鸡，那个鸡是就是口语上面的点不着鸡切松，哦，嗯。啊，也可以是似乎懂了啊，就是没有完全懂，先不找不切松嘛。大概就似乎，好像，就是你也可以说好像懂了，好像懂了，好像懂不一定是有懂哦，对不对？对，所以就用找不啊，先不找不切松，这个很好用，找不这个词，嗯，赖什么？赖不找不切松，好像有赖呀，哦，你看到了吗？通不找不切松，好像有看到，但是你真的看到吗？就不确定，就是通不找不切松，嗯，呃，对他被他看到了吗？你不确定，他通不着不切手，他被他看到，好像看到，哦，通不着不切手，这个杂是这样用，一般这个杂是像的意思嘛，这样的就杂会用了吗？啊，待会你们造个句找我，OK，是，他提嘞，他提嘞，你加个儿，阿乌拉拉，卡巴当姐，嗯。这个记呢，刚刚我们那个记是其实得不着记，这就记个记也是应该是也是这就记个记也是可以，通不着不记，通不着不记，通不着不记切松那他提嘞，你加个儿阿古拉拉，卡巴当姐，卡巴当切，嗯，他提嘞他是其实现在的意思，他现在啊。铁嘞就是我刚刚讲的不如我对吧？或者是他我这边用的好了啊，就是不如就是铁嘞，铁嘞。我呢，这是因为做个对不对？你我要做什么？我要打电话嘛，所以这边有做过，你没有学过文法的人对不对？这边用了你啊对，好像啊啊啊什么切松找不切萝卜找不切丝，姜不找不切丝，姜不姜不找不也，嗯，姜不找不切丝，嗯，萝卜找不切丝就是有教过，好像有教过，萝卜找不，萝卜的话你也可以说萝卜找不切丝，就是好像有教过，萝卜就是教嘛，萝卜找不切丝，还不确定我有没有教，你们就说好像有教过，对，好像有教，你们就说好像有教。给那给萝卜找不切松，对，这样用，
给让给萝卜找切松，老师好像有教过嘛。萝卜找切松，对，对，对，加嘎就地名印度嘛，对，印度的这个舅舅阿姑，加嘎阿姑拉，印度的叔叔，阿姑拉就是一个敬语嘛，啊，嗯，加嘎乌拉就不加嘎乌拉就不加，你要写属格也可以加嘎给乌拉，但是加嘎乌拉就讲话的时候加嘎乌拉就可以，不用一定要用，它属格漏掉省略跟不省略没有差别就可以省略，加嘎乌拉啦，对不对？卡巴就是电话嘛，对不对？卡巴当就打啊，当切就做这个事情，对不对？当切要什么呢？后续还要当切，这个是引音后面的句子啊，引后面句子，虽然这是做格的这个当切，但是这里的用法是当切，不是做格的，它是我们学过拉介还记得吗？啊，代什么代数哦，它有这个代数的那个作用啊。对了，对了，是吧？对了，你加哈阿乌拉了，卡巴当切，加嘎了卡巴当，这边加嘎了卡巴当，加嘎了卡巴当，对，打给印度嘛，电话就是打给印度，加嘎了卡巴当。你要打给什么都就讲这件事，就是这里是印度嘛，那你们说要打给谁？阿里拉卡巴当，然后呢？那加美尼了卡巴当，还不一定是国家啊，你们对，你要打给高雄也是地名的，不一定是地名。对，阿曼拉卡巴当居住了卡巴当，都可以。对象是这里的对象是，就他这里已经讲到了地名，然后地名的那个居住那个人，对不对？那你直接说贾阿拉卡巴当，贾阿那个人什么？贾阿给阿曼拉了卡巴当，现在这里是阿古拉的。那这个，你到印度打电话了吗？打给印度了吗？是这里改一个句子就可以了。贾嘎拉卡巴当，对不对？打给印度嘛。那你要这个改成问句的话怎么说？到这里是一样，贾嘎拉卡巴当。隐蔽，贾阿拉卡巴当隐蔽，对，贾阿拉卡巴当隐蔽。那你这时候回复的话，对，贾阿拉卡巴当隐，对，贾阿拉卡巴当隐，对，贾阿拉卡巴当隐蔽，就是问嘛。那你回复是贾阿拉卡巴当把隐，这样就可以吗？所以这个句子里面，你们卡巴当我隐蔽卡巴当，你这个是可以学的吧？对，那不一定是假，你要就问阿古拉了卡巴当不隐蔽，是吧？阿玛拉了卡巴当不隐蔽，这个是常用得到的一个句子嘛，계란샥주 계란샥주 치마치 토라
계란 샥주 제 마치 토라 모지 겹로 지기인다 모지 겹로 지기인다 계란 샥주 제 마치 토라 모지 겹로 지기인다 샥주就手术嘛，对，谁要手术？계란你要手术，对，계란 샥주就是你要手术，起码剂就是要动手术或者是不动手术，起码剂什么起码剂就是手术嘛，那关于要动不动手术这要做什么？磨几绞肉，磨就是卜卦。你们还记得那个磨？另外一个是磨什么？对对对，我们刚刚讲到这个仆，厕所的话，我们是会男女嘛，藏文是会仆，然后是磨，就是男，厕所会写这个嘛，仆磨，或者是这个那个洗手间这个会，所以刚刚这边的磨，不是女生，这边的磨是卜卦，卜卦磨是绞肉，要卜个卦，磨是绞肉，就是卜个卦，起个引导，我要做这件事，起个引导，磨是绞肉，但你就说你卜个卦，磨是绞肉呢？如果是比较礼貌一点的，磨是绞肉呢，请帮我卜个卦，磨是绞肉，你直接说磨是绞肉就可以了，但是你要礼貌一点，后面加一个磨是绞肉呢 ，please 是吧？磨是绞肉呢，这个呢相当于 please 嘛，对不对？所以磨是绞肉呢，你要做什么？磨是绞肉呢，卜个卦磨是绞肉呢。磨本身是名词嘛，那绞肉就是补做这件，请做这件事。那个绞肉这边的绞肉就是补。샥주 샥주手术是不是？我要做手术怎么说？这个你也不用加，因为你说你是病人的话，你就做手术开刀的人不是你嘛，所以不用加做个샥주 샥주 치，所以샥주 치这个句子藏文里面还没有完整。外国人讲샥주 치，我听得懂，샥주 치，那还没有完整。几个人샥주几个人，我要做手术샥주几个人샥주几个人，我不做手术。几个名，起码我听得懂，是吧？他是不是当然不是？샥주几个名샥주几个名，对샥주几个名，几个名，对，这样샥주几个名샥주几个人，샥주这个下本身就是切的意思，切，那个句就是有那个，就是调整的意思，你什么呢？你卡瓦提，卡瓦下松。你卡瓦提，卡瓦下松，罗，
卡巴夏松罗，这个罗不学也可以，你们只是一个语句啊。龙多音变，龙多音变，普阿玛音，普阿玛音，年卡巴迪，卡巴的电话，我的手机，现在我们有手机嘛？卡巴夏松，夏就是放嘛，夏就是放，卡巴就是哪里？我的手机放哪里了？卡巴夏松，卡巴夏松放哪里了？卡巴夏松，卡巴夏松，年卡巴的卡巴夏松，年卡巴的卡巴夏松，年贴的卡巴夏松，年贴的卡巴夏松。那这个贴不加也可以，你们平常说年卡巴夏松，卡巴夏松，年卡巴夏松，卡巴夏，年贴的卡巴夏松，年年牛骨卡巴夏松，那个贴对，年密西卡巴夏松，年密西贴卡巴夏松，所以这边的贴加贴什么？这是这个是那个，我的那个眼镜，放哪里了？就是对，that 对，就是soko，日文里面用的是soko，阿阔soko，这个是用的soko，阿soko呢，这个是soko，对。这个卡巴哪里啊？可以，这样就很好啊。你有看到这个就很好，就是你看到那个以为是卡巴，其实是卡巴啊，这是哪里啊？错了，认错了才会学得到啊。就这个记得很清楚，然后卡巴多哪里？卡巴多，在哪里？卡巴多去哪里？去是什么？卡巴钦巴，就是你用钦巴的卡巴钦巴，就是过去式，他已经去了，你就问你去哪里了，对不对？卡巴钦巴，你要说去，他还没去，对，着卡巴多卡，着就是什么？卡巴多卡，着就是走的意思啊，或者去卡巴多卡，就是未来的问法。卡巴多是你不知道他要去哪里，所以卡巴多卡。隆多影变，那这边的隆多是他的儿子的名字啊，隆多是名字，隆多影变是隆多吗？不，儿子是不是？阿玛影妈妈没有说我妈妈，阿玛影我是妈妈，也可以加嘛，我是妈妈，那他直接省略了，阿玛影是妈妈，是吗？阿玛影。这里面你就，后面那个不用学，阿玛影对不对？我妈妈，你是谁？是怎么上面怎么说啊？你是谁？对，계란소인，你们学到这个句子里面的，年卡巴迪卡巴下送，学到这个句子，年卡巴迪卡巴下送。当然，除了卡巴以外，你用什么东西都可以用这个来交换嘛，代替。
好，休息，是不是？休息时间到了啊？对哦，你那个口气是呃
桌子刚了，钩子刚了下松，对，年牛桌子刚了下松，对，桌子是桌子嘛，那你问，ngay ngun là khá ba xa sông ngun money 年我考下松，比库能拿下松，哎，对，背裤拿了，背裤，哦，对啊，背裤袋子，对啊，背裤，背包的背裤，你什么卡巴下松，对，你什么考吧下松，项目帽子，人啊下送，对，拿了下松，你盆把提，卡巴拉下送，盆把平，phùng ba thế khá ba xa sông 不，他问了他瓶子放哪里，你就说放在哪里，你说健康嘛，你也可以说，看上去盆把提，健康拿了下松，健康是教室嘛，对，健康拿了下松，教室健康啊。进度你再次问，你盆把提，你盆把提，盆把嘛，盆把，你盆把提，卡巴下送，你就直接问健康，不要，我要讲那个国家椅子。不是，先你要讲椅子嘛，先你要回复他的，他说他的瓶子放哪里了，那你就回复你是说放椅子上面啊？他要说要放椅子上面。啊，可以，那你就说骨架刚了，骨架刚了，刚了，下松，对，骨架刚了下松，刚就是上嘛，他用了一个刚上面。khi lang thế khá ba xa sông 那我的你要说你要问这个吗계란기 탭 가봐 샥바 khi lang thì khá ba xa ba ý 계란기 탭对 계란기 탭 가봐 샥바你的书放哪里你的桌子刚拉下送，下巴音下把音，你要回复吗桌子刚拉，周子刚了下巴音桌子嘛对不对사가다가르단 로도 자동우즈 로즈 간了下巴音계란기米线嘎巴下送，米线米线믹시 계란기 믹시你要问他的话계란기 믹시 가봐下到这里可以不要用松你要说계란기 믹시 가봐下巴音계란 믹시 가봐下巴音雷公下松下巴音雷公下巴音雷公了下巴音雷公了下巴对雷公了下巴音对没错对雷公啦有个啦雷公啦在哪里在在公司嘛对是雷公啦下巴音雷公了下巴音계란기 레고，刚我问
我牛骨头卡巴下松眼年眼我的嘛，嗯我的你要是眼，对，年牛骨头卡巴下松对，眼牛骨的卡巴下松，我的笔放哪里了？ 계란기 뉴구 对啊，回复可以啊，他就回， 계란기 뉴구 可以，没错没错啊。 계란기 뉴구테 음, 음, 백호 낭인 屁股囊了， 낭라 屁股囊了，下松 샤송 下松，在背包里面对对对，你放在背包里面了，屁股囊了，没错。 nghe temi kỳ nè nghe temi 对 thế kabar xa số 对，眼底面的卡巴下松， 계란기 때문에 대就这讲啦下哦，下松，下松给那个底面的就这样的下松，就这讲啦下松嗯。 예 물고 대 가봐下松钱包、内裤，嗯， 계란기 뉴구테 가방 가방 他说他的钱包放哪里了？这个年内裤的卡巴下松，你要回复他放哪里了？给他给 계란기 물고 대 대 가방 빵包包背裤 낭라 下松，下松卡巴也可以，卡巴干了下松，放在手机上面啊，对啊，放在手机上面也可以嘛，啊，卡巴干了下松，对，卡巴干了下松。那问我。 你추추 대 가방下松哎，你确实的卡巴下松，我的手表放哪里了？你确实的卡巴下松，落来刚的下松，在电脑上面，啊，啊，对啊，这个句子是这样用啊。不一定是实际的东西，我可以问说，比如说kerangi sam la kabar xa số 可以吗？你把心放在哪？可以这样问吗？可以，让 sim 卡巴下吧，对，让个 sim 卡巴下吧，让个 sim 卡巴下吧，嗯，可以。你心放哪里了？就是意思是说你心不在焉嘛，让 sim 卡巴下吧，嗯。 这个时候你不能说我放哪里，这个回复说，哦不好意思，我忘记了，或者是我没有注意。你看，同他穷嘛说，不会说我放什么什么心，你不会说。是吗？对，所以。 不是抽象的，心里也可以这么说。嗯，好，那我们就今天的课，这是上个礼拜没有讲完的内容。啊？是吗？哦，那你们要今天的里面还要练习吗？句子？有。前面的绘画吗？好，那看我们就不好意思，就看他们前面的那个。
念一下好了。卡巴当不赢是吧？就问你们就问，给人卡巴当不赢呗啊？人家说阿姆拉卡巴当不赢呗，南了卡巴当不赢呗？有人问哎，我就回复的说当不赢，你阿姆拉了卡巴当不赢，我就问安妮拉了嘛，就是安妮拉，广播了卡巴当不赢呗？安妮拉，广播了卡巴当不赢呗？我问了什么？啊？广播。四爷，你对，四爷打电话了广播了，卡巴当不赢呗？对，完整的就是你广播了，卡巴当不赢。对，那你问他。普木拉，普木拉，像阿瑞拉卡巴当吧，赢呗？对，卡巴当不赢呗？阿里达卡巴当把命，可以这样吗？你可是了卡巴当没？卡巴当没？这个时候用没？你可是了卡巴当没？卡巴当没？我们要打电话。就啦，客人给阿妈啦卡巴当把赢呗？就啦，客人给阿妈了卡巴当不赢呗？当把没，当没？当没，就是直接很简单的回复，就是没有的当没，我就是有的当赢，对不对？当赢，但是整句的话，阿妈拉了卡巴当不赢，对不对？整句，可以吗？没关系。这样这么你啦，当把赢卡巴当把赢。谁？Germany 了，Germany 了，卡巴当吧。赢呗。赢呗，对吧？问句是赢呗嘛。我问你说，你有打电话到德国去吗？卡巴赢哦。如果有打的话，当不赢；没有打就当没。这几个很简单的一个回复。对。卡巴当没。对，卡巴当没。卡巴当没。没有打。那就问他。阿姆拉了卡巴当，你有打给妈妈吗？或者阿佳都可以。阿佳了卡巴当吧赢呗，对不对？阿加拉卡巴当吧赢呗。对，阿佳了卡巴当吧赢呗。阿加拉卡巴。打给姐姐。当吧没。当没。没。阿佳了卡巴当没。阿加拉卡巴当没。客人给见啦卡巴当赢。当吧赢呗。当吧赢呗。对，客人给见了卡巴当吧赢呗。见啦当吧没。当没。当没。把我的见啦用掉了。好，见了卡巴当没。主词是见了嘛？见了卡巴当没。其实，客人去安妮拉，客人你安妮拉卡巴当赢呗。你们要把这个全部要念下去啊，那个。卡巴当。这个句子嘛。没。安妮拉了。
阿尼拉拉卡巴当当银杯，哦，当巴银贝，当把银杯，嗯，卡巴当梅，考当面，对，这样就很简单。当面是全部不讲的话，当面如果有打的话，当巴赢，嗯，冰箱啦，克朗吉格西啦，卡巴当银贝，当银贝，哦，冰箱了，给些了，卡巴当银贝，当梅，当面啊，对，这个就很没有打就是当面。克朗门康啦，当把银贝，你要讲平宜啦，克朗门康啦，卡巴当把银贝，当没当面哦，没有打。然后切계란 기任何都可以。哦，西米啦，洗米耶汉巴当对，啊，西米洗米了，看上去洗米了，可把当一杯哦，俺了洗米没，当没。所以这个可把当一杯，这是平常一个问题。这个绘画的课程，你们自己看跟说出来又不一样，自己有说出来就感觉不一样，讲出来的时候就是跟讲不一样，真的。참으로罗对不起，我们就看一个前面的一个句子。강에 간대 중송, 나랑 통통 투드니네 파모츠 강에 도와치마 파마츠 파마츠 도바 제송해라 나多马切就是赞成或是答应跟不答应，多巴马切是不赞成，对，赞成是多巴切，对，这个对就是一般我们社力学用的时候，对就是程序，就是这个啊，就是这个对。然后我们的那个德巴是欲望的，也是这个欲吧，欲望的德巴，经文里面用的德巴就是欲望那就是讲对于就是有想要学的讲对讲对讲对。讲对于我有意愿嘛？讲对于，讲对。这个我们加一个 kiran， 对不对 ？kiran 我们学过嘛，对不对 ？kiran 这个学过。那我们
如果这是变成问候的话，什么？是不是？키랑 카레加一个카레。키랑 카레讲对语。키랑 카레讲对语，这个卡的是一个키랑 카레讲对语，疑问嘛？키랑 카레讲对语。키랑 카레讲对语，那你回复的时候，把这个讲代替你想要学的。这个不对，不是这个카레代替你所想要学的，就很简单嘛。我譬喻讲对语，我音记讲对语，我写讲对语，对不对？你要想学什么？키랑 카레讲对语。키랑 카레讲对语，你要想学什么？那你把它回复的时候，全部句子一样，你把那个问候的카레改成你要回复你想要学的，了解吗？我譬喻讲对语是吧？我譬喻讲对语，我音记讲对语，我小不讲对语，我人物讲对语，我能不讲对语，我没得讲对语，都就是用代替这个카레，知道吗？我就问安妮拉了，安拉，키랑 카레讲对语。我培基讲对语。我培基或者培基，我培基讲对语，藏语，我想要学藏语。你有问呢？你们还没问呢。키랑 카레讲对语。不木啦。不木啦，키랑 카레讲对语。那卡拉手讲对语。我卡拉索亚要加个名词，变名词。对，卡拉索单一个索就是变这个动词，卡拉索就或者索亚可以，卡拉索亚讲对语。学做菜。任何一个动词后面加一个呀，起呀、索呀、走呀，对不对？所以就了키랑 카레讲对语。做了키랑 카레讲对语。对着讲对语。我对着讲对语，生理学，我想学生理学，对着。我打到吧。艾比拉키랑 카레讲对语。我培基讲对语。我培基讲对语，我想学藏文，真的吗？好，再问。키랑 카레讲对语。讲对语，키랑 카레讲对，这个后面就加一个哪里一个，카레讲对语。讲对语。我日本讲对语。我日本讲对语，我想学画画，我怎么讲对？这啦，키랑 카레讲对语。这来키랑 카레讲对语。我本来要讲画画，被他说了，我可以说。有很多啊，任何个语言，什么都的语言，任何语言也可以。抢妈做饭是吗？做饭是抢妈吗？抢妈。卡拉索肯呐。卡拉水呀，这刚刚卡拉水啊，是不是？卡拉做饭跟做菜是一样的意思。对，卡拉水呀嘛。卡拉索亚。你想做菜是不是？对，想学做菜啊。我卡拉索亚。卡拉索亚。讲对语。然后他想学画唐卡嘞，唐卡瑞摩。唐卡，唐卡讲对语。你就讲唐卡，对啊，唐卡讲对。唐卡不是吗？你要说画画唐卡提呀，唐卡提呀讲对语。你就
这个时候你不用讲画画，你就说摊个讲对语，讲汤卡讲讲对对啊，哦，啊，我摊个讲对语，啊，汤卡讲对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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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你要问啊可以？啦。可以让卡瑞讲对语，我冇睇啦，讲对语，冇对，啊，我冇讲对语，不用冇睇卜卦占卜啊，冇贴冇睇占卜的书吗？就学占卜啊，啊，我冇讲对语，冇讲对，冇就可以了，我冇讲对语，冇讲对语。冰箱啦，可以让卡瑞讲对语，我冷却讲对语，我哪句讲对语？哦，学佛，我想学佛。咦啦，可以让卡瑞讲对语，那你拼语，你拼日本语，日本霓虹，霓虹啊，只讲霓虹。霓虹那霓虹讲对，霓虹给吗？日语，给霓虹给讲对语。对语，你问他冰箱啦，可以让卡雷讲对语，讲对语。你回复啊。落泪讲对语，落泪讲对语，对我落泪就是电脑嘛，对不对？你问他。对，轮着还再随意是可以让卡瑞讲对语，在那边，我话筒。我冷却讲对语，哪就讲对语？因为他朱迪啦，可以让卡瑞讲对语，好吧，在唐卡讲对语，我摊个讲对语，语，我摊个讲讲对语，这个学到顺就可以啊。对我摊个讲对语，我唐卡讲对语，你问他，阿加啦，你对了刚刚用的是之前用的也是摊个吗？跳过去哈，啊可以让讲对语，可以让卡的哦，可以让卡瑞讲讲对语，对语，我被恰讲对语，对，我别再讲对语，金，可以改吗？啊，我可以改吗？可以改啊。我应该讲对语，对啊，就是我应该讲对，就很简单的，你看，泡沫可以让咖喱讲对语，我冇揸卡最赢，开车。没得哦，没得冇没得，揸碟啊？我没得讲对语，不用碟吗？不用当，当吗？没得当，你就不用讲说，你就讲学什么就没得。藏文里面是我学车学，对，我没得讲对语，那你要修车的话，就我没得谁要讲对语，没得。我们说学开车你就藏文里面就不用学开这个字，你就说我没得讲对语，我能不讲对，我学开飞机，我能不讲对语，你就说直接讲我没得讲对，可对呀，可以让卡瑞讲对赢。京东啦，运动啦，可以可以让让卡的卡瑞讲对语，赢。我夹错二百，夹错二百，还是夹错几二百？夹错了不大海嘛，夹错二百，二百日不是二百夹错，日不夹错，真厉害，真厉害，二百夹错吗？日别夹错，二百夹日别夹错真厉害，我日别夹错夹错，讲对讲对语，哦。应该是那个这些资金嘛，是不是？就中大师的真厉害啊！对，这些资金，对，阿加啦，
啊，卡在Kirang 卡在总总队员，可是我不会讲那个种菜，可以让菜nga che 菜 tabya 啊 tab 搭 tabya， 搭呀，因为 tab 是动词嘛，动词后面都有个加呀啊，che 菜 tabya 讲讲对对，对，nga che tabya 菜搭呀讲对语，你啦，可以让卡瑞讲对员。俺能出讲对员。哦，俺那不讲对，学不起，俺那不讲对，啊，这样就这个句子就会听跟讲都不一样。你们自己有开口讲的话，就是自己知道发音正不正确嘛，啊。我们时间也差不多，是不是？那今天没有上到新课了哦。啊，那可能网络上的人觉得他们没有上到，拿到那个新的教材就没有上到，是吧？好，那我们就这样练习，也是口语确实需要练习嘛。那个，讲出来。OK， 那我们就念诵修经发送了。나니 심제 탐제 라 이시 노부 레라베 된조 주베 삼바이 다도 제바 짐바 쇼 간도 수단 조베 체 다니 군레 면다시 셴라 삼바 타바이 초도 제바 짐바 쇼卷랑 군도 랑규라 도지 녀무 예마타 다시 머루 제베나 젠도 동네 도벌 쇼让心人别心间你，地动差不多能通吃，人间跌宕切把心，你把高位紧紧收。打了先给差多去，西古拉索米粒别，全个让给两把他，给个先了为我收。看了大给偏大别，让我吃我康熙去，新度米粒热钱呐。新年谈把的到我手，多让我当举把一，偏的马能滚了步，马一那当东眼滚，上位打了两把手，铁打滚将去给给，都被前面马把心，去滚就马的西边了，前面青蛙来着手，那时候他这些那么错。等着今晚借用。